辣椒苦主大聯盟嘅成員，今日咧係連續我哋1個月喺全港咧各個行人專用區同埋咧主要嘅地點咧去收集市民嘅簽名，反對咧政府嘅樓市調控，辣椒咧既唔能夠降低個樓價，亦都引發咧好多嘅後遺症，包括咧各行各業嘅失業、裁員同埋倒閉。咁咧，我哋今日咧間會繼續喺旺角嘅地方咧去舉行呢個簽名嘅收集。咁亦都咧今日好多謝有其中一個行業嘅苦主裝修嘅公司嘅代表咧就嚟到咧同我哋分享下喺呢個樓市調控底下裝修公司究竟面對咩嘅苦況。咁我係一個裝修工人嘅身份嚟到同大家講多幾句呢個關於雙辣椒嘅問題。由於有咗雙辣椒之後咧，喺我哋裝修行業嚟講咧，打擊已經超過咗60%嘅生意㗎啦。亦都可以講得有大部分嘅工人咧都係已經失業㗎啦。而且亦都好多人為咗揾嘢做轉行轉業，我哋裝修行業係受咗好大嘅打擊。減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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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過去咧，香港人都係依靠咧細樓換大樓去向上爬去累積財富。但係今日咧呢一個印花稅令到呢啲社會流動咧都被凍結。我哋好擔心咧，就整個樓市調控咧，既唔幫到人上車，反而阻礙咗咧社會嘅向上爬。我哋好擔心咧呢個印花稅會繼續影響到香港嘅競爭力，比起其他嘅城市同埋國家咧都會競爭力下降啊！咁希望嚟緊一年聖誕嘅願望咧就係有一個減辣同埋咧政府唔好再加辣啊！